新年快乐！送礼送到厝，创世基金会公益活动得到永庆不动产理上高档的支持。今年由永庆慈善基金会董事吕启仁带领，亲自将年礼以及红包送到弱势家庭的厝内。创世基金会呢，第33届的韩式吃饱30，我们已经努力了33年。那从一刚开始30个便当到现在，我们全台就是的弱势朋友都可以得到创世的送礼，还有送红包。那这些弱势朋友在过年期间呢，最需要大家的关怀。那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。创世这些年来的抛砖引玉，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参与这个活动，来为比较弱势的社会大众们来做服务。那我们永庆房产集团已经以去年来讲，我们在全台赞助我们创世的这样子的活动，捐款金额也达总共计算起来大概1400多万。那接下来啊，我们会继续更努力。我们会每年继续来支持这样子的活动。年礼大礼包非常的澎湃，有鱼阁有肉，一点都无凊彩。创世基金会致敬感谢状来感谢因的善心，希望透过因的抛砖引玉，呼吁更加侪人来斗阵做爱心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